每一天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6月初6，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30安尼讲：主就是信实，伊要坚固恁，佮保护恁，免互迄个歹个陷害。咱三个来祈祷，坚固阮，佮保护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阮的山岩，阮的山寨，你是阮拯救的石盘，你是阮闪避迄个歹的陷害，互阮通逃闪的避难所，甲坚固的要塞。因为安尼，阮要深深献上阮的懊恼甲感谢，来称颂你的名。主啊，当大水泛滥的时，耶和华你坐咧做王，耶和华坐咧做王，直到永远。主啊，你要赏赐快乐，互你的百姓，你要用平安赐福互阮这个属你的百姓，因为你是信实的上帝。你要坚固阮，佮保护阮，免得拄着歹的陷害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愿主帮助咱每一天，拢会通到伊面前，恳求伊成做咱的避难所，因为伊是信实的上帝，伊要互咱免得拄着陷害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